继续来到南投，有乡亲伫山顶的公寮发现一只山狗仔囝。这个狗仔囝偏偏带，搁来揽一支，正成是高母的长手。讲高母真有可能去互人转去抬去食咯。这乡亲马上把这狗仔囝送到特有生物中心去急救。这个山狗囝真较受伤，特生中心的人惊讲会去感染，决定加治疗。手术后，这只山狗囝精神阁袂歹，特生中心判断伊可能是多出事无偌久尔。正常这个时阵会对伫高母的身躯边啊，但过高母有可能互人掠去刣啊。民众伫南投的山区公寮发现这只山狗囝时，毋但脚有受伤，高母敢若高母互人扑断的脚棍。民众的描述是说，类似说有妈妈是有在被处理，在类似烹煮的过程。他看到之后，他于心不忍哦，他还有他慈悲心，所以他冲动之下就把他这只小猴子把他抢救过来。敢真正这残忍，真正有人抬狗母来食？南投农业处讲也未接到民众的报案，也阁强调讲，台湾山狗虽然已经毋是保育类的动物，也阁嘛是野生动物，非法掠来抬共款犯法，上悬会使罚5万块。